国内第二大两项水务食品呢，逼出卖过期卵，甲这乌气臭气卵交互中介新英这两间公司，甲这过期卵变做是两接了后，才卖互做歹业者。而且这中介公司佫甲巴西、泰国进口卵南台湾内面加工做这两接卖互厂商。这三间公司的乌心钱赚4000多万。桃园地检署今仔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，甲这业者等10个人起诉，希望法院甲因判重刑。官网真大标题写重视市的细细的优良技能。国内第二大两项水务食品是台湾普丰企业的关系企业，有监管的证据，所验出卖过期卵。桃检侦办发现，水务公司的姓吴总经理为解决新过节过期卵问题，只是一卡手人将乌气烂气的卵交互中介新兴两间下手公司，做过期卵液了后，佫卖互不知情的行物件业者。公司利用这个过期的蛋制造成蛋液，且有虚伪标志进口蛋来贩售的一个案件呢那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后，认为被告等人涉嫌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，所以今日提起公诉。另外，中介公司姓吴负责人，佫将巴西、泰国进口卵掺做伙，假是国产卵加工做成卵液，假是产地台湾，佫将过期卵液卖互有名的点心业者，最后就到民众不倒来。这个案件的由来是，首先是因为进口蛋，然后呢制成异蛋，然后它的产地指标是台湾，然后而且我们怀疑它已经有延长有效日期了，然后针对这样的情形，我们就移送给检调侦办。桃检指出，水务滥用民众甲厂商信任，将过期卵做成卵液代卖。水务中下新兴三间公司不法锁定4291万8016块，将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定起诉姓吴等10人，各坚称中当量刑，没收近1000万不法锁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